奇蹟 My Stroke of Insight， 掌握自己嘅主權。喺我觀點嚟講，責任 responsibility 相當於 respond 加 ability， 就係喺任何時候，我哋對於感官系統所接受嘅刺激，選擇點樣去做出回應嘅能力，呢個就係責任啦。雖然有一啲系統，有一啲情緒系統程式會自動引發嘅，呢啲程式受到刺激，貫穿身體，然後完全喺血液裏面消失，全程都唔使90秒。例如我哋一憤怒，自動就會引發一個憤怒嘅程式，我哋嘅腦袋就會馬上釋放化學物質，貫穿身體，從觸發到我嘅憤怒係喺90秒之內出現，我嘅自動反應其實亦都可以隨之而結束。如果喺90秒之後我仲喺度生氣，就係因為我選擇咗要讓呢個回路繼續運作。時時刻刻我都要決定係咪逗留喺我自己嘅神經回路裏邊，或者返到當下，使到先前嘅反應消失。喺深入認識自己嘅左右腦之後，有一則消息真係好令我興奮，就係喺任何嘅情況下，我永遠都可以選擇從另一個角度去睇事物，就好似我個杯咁樣，究竟係一半滿呢，定係一半空呢？如果你帶住怒氣同煩惱嚟到揾我，咁我就會決定，我係反射你嘅怒氣，然後同你爭論啦。呢個係左腦嘅行為，抑或好有耐心，用同情心、同理心咁嚟對待你。呢個係右腦嘅行為。我哋大部分人都唔明白，其實我哋一直冇意識咁決定點樣反應。我哋太容易讓已經設定嘅程式捉住咗我哋，使到我哋一輩子都跟住呢種自動嘅導航系統走。我要藉住關心我自己自動嘅回路所造成嘅抉擇，要學習掌握返自己嘅主權，多做一啲有意識嘅決策。從長遠嚟講，對於我呢一生所招引嚟嘅事物，自己負起責任。而家我花咗好多嘅時間嚟做思考呢件事，因為我嘅腦袋實在太有趣啦。正如蘇格拉底所講，冇咗反省嘅生活其實係唔值得過嘅。一旦明白咗我不必去思考讓我痛苦嘅想法，世上亦都再冇其他嘅思想更加能夠讓我覺得自己其實係大權在握嘅。當然，去思考讓我痛苦嘅事，其實都冇乜嘢唔啱嘅。只要我係能夠意識到自己選擇要留喺嗰個情緒嘅回路裏邊，當自己覺得夠啦，就要隨時喊停，唔好繼續上落去。
亦都係一種釋放。將我哋嘅心思帶返去當下，我就有能力選擇一顆和平同埋關愛嘅心。呢個係右腦嘅操作，真係一種釋放，一種解放。我最近一次一邊開車，一邊隨住我最愛聽嘅 CD， 大聲咁唱，我心裏邊充滿喜樂。不過令人懊惱嘅是，我因為超速，俾警察攔住啦。顯然我係開心過頭。接到罰單之後，我起碼落咗100次嘅決心，唔再讓自己受到影響。我心底一直有一個小小嘅消極聲音，不斷咁冒出嚟佢醜陋嘅面目，要讓我沮喪。佢想要一個再從各種不同嘅角度嚟細味呢件事情嘅插曲。但係不論我點樣睇呢件事，結果都係唔會改變㗎啦。於是我嗰個左腦會說故事嘅高手執迷嘅心理，根本就係浪費時間同埋精力嘅。透過今次嘅中風，其實我學習到掌握返自己嘅主權，只要有意識將自己帶返到當下，停止思考嗰啲過去嘅事，煩惱就放低啦。對於我嚟講，和善咁待人非常容易。我只要記得冇任何人帶住行為嘅指南針嚟到呢個世界。講到底，我哋不過係生物性同埋環境交互作用嘅產物。因此，當我想到我嘅生物程式令到我帶住好多嘅痛苦情緒包袱喺世間打轉，我就會選擇以同情嘅態度去對待他人。然而，我認同人人都會犯錯，但係亦都唔表示我就要委屈自己去承擔你嘅行為同埋錯誤。你嘅事就係你嘅事，我嘅事就係我嘅事。感受內心深處嘅平靜，同埋彼此和善嘅對待，永遠係你同我嘅一種選項。原諒別人，原諒自己，永遠係一個選項。將當下呢一刻睇成完美嘅一刻，亦都係永遠嘅一個選項。讀書完畢。